了台北捷运站出口附近，有疫情了新型中外嘅新人，太上嘅竟係賣了手工嘅手工饼，因為認為講係詐騙。其實了新人係對基隆市這種家長協會來嘅同時進報報，亦係講智能中外者。各家新聞對佢哋其實連續3年為人推出關懷係含義內列報道。能夠聽人講到了解同幾路好賣手工餅嘅係含義，其實我本見人了幾簡單嘅幾句話，睇淡嘅面對人權可能需要加概念嘅準備同訓練。就算講到幾路行係賣接接會做到真太困難，但是係嘅希望講，第二是自家雙手證明，嘅人唔係社會嘅負擔，沒有自家賺錢嘅能力。书呢？放哪去了？书我刚刚没。核桃。外出以前經檢查到上細細，早晨頭8點鐘通通都上班做強用，一條頭頂太爆細胞，做定黃色嘅白嘢，身心中外朋友，唔顧天時暗寒，寒氣出去買。加油一下來加油加油來！地板路上先相互加油，歡歡喜喜，開始做一年嘅事。哥哥姐姐幫幫忙，每包50元。也有朋友又係做到同時證，又係智能中壞，也有做嚟講，當日無論北風一落雨，都會對基隆到台北嘅路上，去啲捷運站出口附近呢，見很人來買，也有自家做嘅手工餅嘅。我們自己做的手工餅乾。啲廿個人傻傻都行到兩腳冇搭梯，看咩冇看直接就行下個位。有人頭拿飛冇買表情，我就係搭就冇搭；還有人倒退，我就係閃開。各種各樣冇買方式，也都做主管呢。有時候會有沮喪的時候，就像您剛有拍到一些客人根本就有時候不理不睬，但是我們跟孩子沒有關係，我們會來加油一下，來加油一下，你們喊加油，耶！對，就會給他一個精神上的鼓勵。無論民眾係用嘅反應，也都係喺動一前自己係買，也都聽起來簡單又見重複嘅反應，也都愛加增熱，將好嘅效。上次係乜鹹就見鹹見太上，安尼就冇見中。有時節係咪因此安尼就本民眾罵？我們會跟他說，我們有跟小朋友溝通說，小聲一點，輕輕喊就可以了。但是他們小朋友就是沒有辦法說那個能夠自己控制音量，但是我們就看狀況。如果他們真的就是不會控制的話，我們就會說好，先休息一下，停一下，等下再喊。辛苦行到記錄空氣買東西，就希望唔等上自家做得傳到來說。對羅發數圖比一般人加動到嘅一條同時證同志中朋友來講，多同人權接觸交備，安尼身心機能將會維持到較久。唔過啲詐騙案到嘅時態，難免係會有人會驚會提防。多聊兩句可能就會比較好。當然呢，事實上可能如果是在我家裏邊，我碰到這個情況，我也會上網去查一下看一下。不過直觀來講，如果我的直覺告訴我可以買，我當下可能我就會希望可以跟他聊一下，買回去嘗一下，然後事實上我還是會多一點了解。2年來用心做出來嘅好美事，已經漸漸地打出名聲。近來見到人很動搖下來，用實際行動，本家有一份親溫暖的支持同鼓勵。不能怎麼幫助他？借這個機會，我剛剛要給他，他也不要錢，他一定要拿糖果給我，所以這樣讓他覺得有個成就感，啊，他用自己的能力來做。我覺得很厲害，因為很好吃。對。行一擺唔肯經過捷運站，睇到家到上下睇上、上下四上嘅係咪上架下？唔怕做得提示家到用笑容簡單嘅鼓勵，無就喺老家到買一些包餅嘅，天天嘅送，天天嘅 TV。也有身心中嘅朋友，人生嘅路雖然唔係一瞬時，但係按硬撐、按勇敢，時定作為豐富美事。下個新聞已經成咗，基隆特別報道。